呢啲生意唔係咁做啊，雷總啊，1500匹馬力你賣52.9萬，大佬啊，你叫其他啲友商點做啊？難做嘅嘢又冇做。1548匹馬力小米縮柒拗柴賣52.9萬，兄弟，你搵一個唔買佢嘅理由俾我，就好似劉亦菲喺你面前話要嫁俾你，但係佢要52.9萬嘅彩禮一樣。面對咁樣嘅誘惑，就算謝網泰你都想體驗一下啦，係嘛？其實你冇錯，你只係犯咗一個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。1548匹馬力係一個乜嘢概念？今日我同你哋科普一下。布加迪 Swarm 同樣係1500匹馬力，但係人家係賣緊3850萬人民幣，等於72台縮柒拗柴。科尼塞克 Jesco 1600匹馬力，售價係3500萬人民幣。即係66台縮柒拗柴。基於安全嘅考慮情況下，呢台小米縮柒拗柴平時日常駕駛佢並唔會俾足1500匹馬力俾你。通常情況下佢頂晒籠只會俾你900匹馬力，而且新車翻嚟仲有300公里一個實習期，只會俾你300匹馬力。只有當台車定位喺賽道上邊，佢先至會解鎖1500匹馬力俾你。當然你喺落賽道之前，你要裝4條半熱熔嘅輪胎，先至有1.98秒嘅0-8加速。裝4條半熱熔胎就已經去咗2萬幾蚊。一句話講晒，有佢咁強就冇佢咁平。一台咁彪悍嘅性能猛獸，你賣52.9萬，雷總，我覺得你根本就唔係嚟做車嘅，你係嚟整頓市場嘅。呢條片呢，我希望有人能夠發俾雷總睇。其實我哋最想見到嘅唔係小米做車，而係小米做房地產，等所有嘅米粉都能夠買得起屋，結得起婚。同意嘅兄弟點讚，我哋下期再見。